好，交通要安全哦，这个车路的设计就要真好势。中央补助讨好，要甲这个人行道来混跨刷压缩到这个车路的空间，颠倒是造成危险哦。因为讲这个大车甲小车颠倒讲真高来发生车祸。也市政府这边是表示讲，交通部是希望讲啊，这个转弯的角度会当来变大，和这个驾驶咧赛车时阵咧弯的时阵会当来减速。机车和公车夹杀摔倒伫涂骹，好佳在无造成死亡。这是顶个月发生伫中立区延平路甲中美路口的事故。桃园有7议员伫机会播出事故影片批评，人本政策入去两线煞离人民真远。在施工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道路变狭窄了，转弯的弧度也不见了，会增加车祸的频率。针对人本道路，民众也有无共的看法。这样可能会引起塞车啦，大车比较在这样比较不方便过。那你担心什么？是担心马路上危险吗？会啊，因为车道实在太窄了。在日本就是这样，马路缩小之后，大家开车就会变慢了。你马路大的话呢，大家就会乱钻来钻去，发生危险。这个是仿效日本的。营养最近几年，人本环境意识抬头。去年中央推动行政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修法通过，针对都市计划区内人行环境普及率甲适宜性进行检讨和改善。中着龙珠路人行道为原本1.5至1.8米，拓宽到3.3米宽，四座双向，长度有3.4公里，目前完成70%。那我们增加的部分呢，是利用路肩的一个空间，整并我们的停车弯，还有公共设施带。那我们的车道呢，以及停车格的数量，并没有减少。针对人行道向外拓宽取消路径，造成道路甲人行道只有0.3公尺。议员批评人行道拓宽压缩道路空间，引起大小车相争道路，定团车祸。市府表示，中央政策希望汽机车唔通并排行。也讲到西湾区增大，也是希望驾驶减速。不过用路人的观念犹原无改，造成车祸增加。大型会加强宣导甲电话沟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